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咧係我哋呢個頻道第一次廣播，我哋係研究日本鐵路嘅，咁搞呢個頻道咧都係想推廣有關嘅概念。咁我後生嘅時候咧就喺香港咧教書教中學啦，咁通常咧佢哋就會叫我做古 Sir 咁嘅。咁退咗休之後咧，我就專門係研究鐵路，咁我覺得自己都有少少心得㗎。咁曾經咧香港嘅電視台有2次揾我幫佢哋做節目，咁有一份報紙亦都嚟介紹我嘅藏品。咁我喺台灣同埋喺香港都做過關於呢個鐵路嘅講座，報告我研究鐵路嘅成果。咁其實都幾多人咧係搞過呢個視頻咧係講呢個鐵路。咁以我嘅觀察咧，覺得咧幾多人嘅理論都有少少問題，甚至乎有時咧因為為咗做生意，咁所以講咗啲錯嘅觀念都唔定。咁我就覺得咧，其實我哋係行內人啦，咁我哋都唔係日本人啦，始終都隔咗一層。咁有時咧有啲問題，的確係會講錯，或者講得唔夠準確嘅。咁我搞呢個頻道係希望澄清翻某啲概念，咁並且咧係有系統咁樣將呢個日本嘅鐵路咧係嘅認識咧係建立一個更加有系統嘅知識。